大家好，我係九龍豪宅 Catherine Go，今日為大家介紹就係巴富花園嘉富閣嘅單位。依家我哋一齊嚟望下。今日為大家介紹嘅呢就係巴富花園嘅嘉富閣單位。呢一個單位實用面積809尺。入門口經過走廊位之後，就到咗單位嘅飯客廳。依家就係從客廳嘅窗嗰度可以望到出去，主要就係望返亞皆老街附近一帶嘅樓景，同埋遠望獅子山嘅遠景。飯廳依家就係擺咗一張橢圓形6人用嘅大型餐台，側邊仲有位擺儲物櫃。單位係3房嘅間隔，首先就係望下主人房。主人房呢都有個 L 窗嘅，而且房間面積實用，可以擺放到好多嘅儲物櫃。主人房浴室係採用企缸嘅設計。第一間同第二間嘅客房嘅面積有少少嘅改動，相對上呢一個客房嘅面積就比較闊落啦，褪大咗個位置，仲可以做多個書台同埋儲物櫃。第一間客房嘅面積就縮細咗，依家改裝成一個工人房。客廁四正實用，沖涼嘅位置保留返用浴缸。入門口嘅位置呢，就係廚房噶啦，廚房呢，就係成長方形，兩邊呢都做晒櫥櫃。今日就介紹到呢一度啦，多謝晒大家睇我嘅影片，中意嘅話就記得讚好、分享同訂閱我頻道。下條片見，拜拜。